别藏了，拿出来吧。Daddy，你为什么每次不敲门经过我都同意才进来？我都这么大了，我要是再换衣服怎么办？是你自己没把门关好的。再说，如果我要是敲了门的话，那我还能够看得到你在玩手机浪费时间吗？我那是在给印东发信息。我才不管你拿手机在干嘛呢。Daddy 是来告诉你啊，我让 Victor 给你报考了工商管理 EMBA 对外经济贸易课程。满足你任何的心愿。那如果我结婚的话，我妈咪会回来吗？我从小就没有见过我妈咪，我从你身上根本就没有学到怎么做妻子和好父母的榜样，所以如果我结婚嫁人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做别人的妻子和孩子的妈。她在你出生还不到1岁的时候就不要你了，你对她那么好奇干什么？她是我妈呀，我有权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人。好，我告诉你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她是一个没有感情，她是一个冷血的，她是一个眼中只有金钱跟生意的女人。即使你结婚了，她都不会来参加你的婚礼的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一面之词？因为我比任何人都爱你。Daddy， 我最喜欢你说这种在意我的话了。再讲10遍。Daddy 岁数大了，不记得刚才说什么了。你刚才说，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我爱你。再讲10遍，再讲10遍。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你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你，没有任何人比我……等一下啊！我要录下来，等我想你的时候我就可以看了。等一下。没有人比我更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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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喂，都几点了，你还睡呢？几点了？我今天休息，没通告。你怎么起那么早？今天不是周末吗？我跟一东一起去上课啊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爹让我学工商管理 EMBA 对外经济贸易课程的。
帅哥早。这种课程是很多成功人士来分享他们专业的经验的，希望不要成为一些白富美和高富帅的婚姻介绍所。什么？婚姻介绍所？你要去相亲吗？我不是去相亲，我是去上课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替玩家看住印东的，印东也会替你看住我的，你就放心睡吧啊。你觉得我还能睡着？下课马上给我电话。我就当你是紧张我吧，拜拜。早上好呀，我跟 Amber 准备去一个 EMBA 相亲会。什么？放心吧，玩家，我会替你看住印东的。好吧，拜托你了，拜拜。我叫 Amber， 我是酒店大亨吴雨婷的女儿。这是你的吧？你忘了东西。谢谢你啊，安博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啊？刚才你介绍了，所以我就特别留意到，因为我喜欢琥珀。你的手长得好漂亮啊，戴上这个正合适，送给你吧。啊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们才刚认识，我接受有点不太好吧？安博帮我找回琥珀，
这个戒指我戴了20年，从来没有丢过。今天见到你了，我却把它忘了，也说明他比较喜欢你。也是我跟你的缘分吧。怎么了？不想交我这个朋友？嫌我老，不能跟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玩吗？没有，你这么年轻，顶多就像我姐姐。我只是太高兴了，没有反应过来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我很高兴能够认识你这么成功的女性朋友。你刚从美国回来，一个人在上海吗？没有朋友吗？我离开上海已经20年了，这次回来发觉变化很大。以前的那些朋友，现在都联系不上了。你不用难过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。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，以后可以找我啊。不知道你这2天有没有时间，我可以叫你出来坐一下吗？我也想回送你一份礼物。别送来送去的，有空的话打电话约我，请我喝杯咖啡。好啊。这是我们新装修的花房餐厅，怎么样？老是听佳佳说啊，你们装的不错。今儿来一看呐，这色彩啊真漂亮，格局啊也很特别。是。阿姨，你先坐一会儿，给您倒杯水。哎，行。哎呀，这可是比我们家原来的餐厅啊大多了。那您以后没事就过来吃饭呗。那就麻烦你喽。不麻烦，反正我每天都开火。999朵到万福酒店的总统套房记下来了。好。佳琪，你妈来了，在里边呢。哦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佳佳，我来看看餐厅的业绩啊。那个。运动哥的助理明辉打电话来了，说在以后的每一天送999朵玫瑰到万福酒店的总统套房，还有客户名单跟数据都发到我们邮箱了。好的。那先过去了。哎，小金，印东要送花给女孩子吗？啊？没事，你先去忙去啊。客户的信息我们是要保密的。保密？对我也要保密啊？这是职业道德问题，顾客就是上帝，上帝的信息对任何人都要保密。妈，你看见了吧？有这么一个老实的人替你看生意，你还过来监督什么呀？你可以安心的去享福了。唉，我只是路过这儿进来看看。印东给我打电话，接一下。喂，你今儿有空理我啦？早上我让秘书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下时间，想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别变惊吓。晚上有空吗？我们一起看电影。好啊。那我让康子睿晚上去接你，我们电影院见喽。那你告诉他我在花房餐厅等他，一会儿见。佳佳，你要和印东一起出去吗？你看看，这些杂志说应东跟吴氏酒店继承人出双入对，什么情况？你们俩分手了？你今儿就为这事儿来的吧？我看到这些，我能放心吗？哎呦，这八卦杂志上写的东西你也信啊？就是因为这些舆论，我现在跟印东啊要低调，不能让外界知道，我们是地下情。为什么要地下情啊？哎呀，这个就是暂时性的一个过渡，没事儿，放心吧。那应东和吴安珀也是假的呀。安柏跟子睿还没有分手呢，他们也是地下情。唉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
怎么处理事情这样简单呢？搞得跟舞会中换舞伴似的，这万一弄假成真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人，怎么可能啊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这么让人放心。这2个位置，谢谢。买水吧。走。来份爆米花。再来2杯可乐。好的。这是您的可乐。谢谢。还有爆米花，谢谢。我要大桶爆米花1个。给你。等，那么多人呢？给我一个么么哒。开心了吧？今天早上，我妈看见了你跟 Amber 在一起的新闻，就问我说：“咱俩好端端的，怎么变地下情了？”这个都是没办法中的办法。好了，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儿才在一起看个电影，让我看看你好吗？你简直是一个废物！这么好的花3天，全被退回了公司啊！你干什么吃的？所以你要亲自去看一眼，对，到饭店去看一眼。万一别人是属于花粉过敏呢，对吧？这总行吗？我不管，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办好，要么办好，要么给我滚蛋。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笨呢？这点事都干不好。爸，这是什么客户啊？这么大腕，还要连续3天送花，要不要我出面帮你摆平安？不是的，儿子，这不是什么客户，这应该说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。像这种人，他要摆点谱，其实也可以理解的啊。爸，问你个事儿呗。说。你是在谈恋爱吗？我谈恋爱？没有。真的没有。臭小子，什么眼神看我？我告诉你，也许是这人追求老爸，但老爸在考虑给不给这人机会。你别不相信，真的。吃饭。吃饭。爸，安博和我的老师也在，我们要不要？你什么意思？要么陪我吃饭，要么陪他吃饭。那当然是陪您吃饭了。对哎，呀。安博，你朋友在那边呢。应东啊，坐他对面的是他的父亲殷永金啊。哦，是。奢侈品大王，宝琪姐，应东的爸爸可是国内最抠门的富豪，我就没见一个女人能从他身上拿走1分钱。是吗？那我们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？我想他爸爸不会连招呼都吝惜吧？好吧。走。
花的不够。哎，怎么了？你爸爸就不能有人追吗？你看我都不用送花了。叮咚，丁叔叔。啊，高琪小姐。啊。殷总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呀。正好相反，我非常欢迎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荣幸，跟殷总你们在这里吃个中午饭呀？能和您共进午餐是我的荣幸。谢谢。哎呀，真想不到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那是因为 EMBA 请我做嘉宾导师，所以殷东还有安博都是我的学生。是啊，我跟高琪姐一见如故，好像我们上辈子就认识一样。是吗？这么有缘分。来，我给倒上。谢谢。殷总啊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送过来的花我没有接受，那是因为我对花粉特别敏感，我就用这杯酒，就当是我对您的赔罪吧。应该这么说，这完全是我的错误，因为我对您不够了解。下次我想送适合您的、您喜欢的，可以吗？殷总，您太客气了。非常感谢。我人在异乡，能遇到你这个贵人，真的是我的福气。我能够照顾你，也是我的福分。请问高总，您下边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我在上海朋友不多，跟安博尔特别谈得来。等一下我们两个去 shopping。哦，shopping 是需要花时间的，不过那是女人的专利啊。抱歉，这样费时间的活动，殷总您参与不了。我想我能参与。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在我心里边是多么的优秀。我想日后很多地方你会指点我的。对不起，我打一电话吧。喂，你们中午我在那就吃这么少？个外滩3号4楼的法国餐厅。老地方，带张卡100万的，当然是贵宾专用的了，写上高琪的名字。快，马上。好，其实就这么简单。那真是谢谢你了。祝您愉快，来，一起吧，啊。高琪姐，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，你居然让殷有金那个铁公鸡心甘情愿的给我们100万的购物卡，我真的是太崇拜你了。那你还想买什么呢？我们就用铁公鸡给的这张卡刷爆它。
看什么呢？假的嘛？真的，我朋友送的。是不是英东送的？Daddy， 我除了英东就没有别的朋友吗？哎，我送给你的跑车还停在车库呢，你怎么都不开呢？啊？什么时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竟然可以满足我们家的小公主？起码这些东西是我朋友亲手挑选送给我的，哪像你呀？那些跑车都是威特去买的。那个跑车可是很贵的耶。这样吧，给他个机会去车库瞄他一眼。没心情。哎呀，你给我个机会带你去看看吧。那我更不要去，我才不想让你看到我开心的样子，我要自己一个人偷着乐。干嘛这么吝啬啊？哦，就不愿意让 Daddy 分享一下你快乐的心情啊 ？Daddy， 我在生你的气呀。Daddy 做错什么了 ？Daddy， 你说这20年来哪一件礼物是你自己亲手挑选送给我的？有的礼物甚至你送给我的都不知道送的是什么。还有，现在你可以给我说出你从1岁起给我送的礼物都是些什么吗？你在给我上历史课啊？算了，外面有的是人疼我，我才不稀罕你疼我。我累了，今天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准备明天去上 EMBA 课程的教材。出去。10万、20万、30万、40万、50万、60万、70万、80万、90万、100万。真夸张，送花都变得没意义了。一天内送出550万珠宝给一个剩女，应有金可真够诚意。你懂什么？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把这艰巨的任务就交给孟姐来完成。小付，你担任保安，开着车带着珠宝，在酒店外候着。好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好。我倒想去看看，什么样的女人让应有金如痴如醉。这个女人好像是离开上海多年的一个名女人，现在好像是美国投资公司亚太区担任董事，叫高吉。你好，您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应先生在我们珠宝店订的礼物，让我送给高总。高总还没起床，先交给我吧。好的。那我们1个小时之后再过来。好，谢谢。高总，你醒了。珠宝店10点开始便给您送珠宝了，这是价值50万的珠宝。这是谁的名片？华梦君，他是这个珠宝店的经理，他就在门外，已经等了您好几个小时了。不如叫他们先回去。再过几个小时之后，让他们过来把退回去的拿走。你凭什么帮我出主意啊？叫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回去。哦，还有，帮我叫客房服务、按摩师、美甲美发。我今天晚上还有约会呢。好的。
那有谁呀？你懂。来，跟我这个骑士说说，他到底哪儿惹你了？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。你看，你看，笑起来多开心，别成天苦瓜着脸，跟小苦瓜似的。你就知道贫嘴逗我开心。开心啦？那说说因为什么事儿？印东跟我说让我注意 Amber 跟 EMBA 里面那个讲师高奇，注意他们俩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。突然说让我注意他们俩，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以后的生意有帮助，还是他对 Amber 动了心。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到时候如果遇到高奇的话，陪我一块儿去赴约吧。可以啊。哎呀，我现在肚子都快饿扁了，给我做点好吃的吧。行，等着。哎，对了，我说你最近跟第一是不是在恋爱啊？神经病啊！我希望我爱的人都活在恋爱中嘛。喂，在家了。微微啊。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觉得你昨天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。这些年我确实对你的关心不够，所以今天就来接你下课了。我带你世界上最疼我、对我最好的。应东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从我这样一个强人的手里边抢走我的女儿，以后可得好好对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叔叔。Daddy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在这里认识的高级讲师。好。高级好像是。喂。哟，李总啊，您在我办公室。对不起，我不在。谁说我平常寸步不离办公室的？我今天就在接我女儿下课，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就回来，你等着。爹爹有个老朋友在办公室等我，你先陪我回去一趟，晚上咱们一块吃晚饭。好呀。走了。一会儿再电话联系，拜拜。拜拜。走。我已经查到，20年前高奇从上海去了美国，在这20年里，这个女人先后收购了5家全美排行榜前50位的上市公司。在去美国的时候，这个女人身边一直有一个教跳舞的中国男子。这些年来，高奇一直都是单身，而追求她的那些男人，每一个人都会把她的事业推高一线。这些人都不简单，都是有势力的有钱人。单看他的样子就知道疯狂无宝不落。那个跳舞的男人跟他怎么样了？好像在金融海啸那年分手了。接着，高奇在美国经济低潮时，在替美国 MIC 有限公司收购了这个项目，出手又准又狠，结果她就成为了这个公司在亚太地区的首席执行董事的第1女华人。你这些我在杂志上都看得到。我要查的是他的私生活。我还查到，他在去美国之前结过婚，生过一个女孩。至于为什么现在回上海，目前还没有查清楚。那查到她前夫是谁了吗？我还没有查到。总之，这个女人很不简单，应总还是要多提防着点为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继续查这件事情。明白。但不要让高奇和我爸发现。进来。吴总，早上好。小姐上学了吗？
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小姐开着您给她新买的跑车出去了。嗯，我这个女儿啊，虽然个性刁蛮，但是其实挺单纯的。对了，那个电话公司的通话记录拿到了吗？哦，拿到了，这是小姐这1个月的电话、微信及短信通话记录，你要看一下吗？我没工夫逐一的看，你呢帮我做个总结。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英东跟康子睿还有 Jason 3个人跟小姐之间的关系。小姐跟康子睿没有断过，每天早上第1个和最后1个电话都是她的，平均每天50条微信，而应东的电话都不超过2分钟，至于短信和微信不超过5条。至于 Jason， 他给小姐发5条微信，小姐才回1个。很多时候 Jason 来电，小姐都是不接的。还真是在我意料之中，由他吧，不要打草惊蛇。你想想办法去给我弄来康子睿的通话记录。好的。今天网上有什么新闻呢？奢侈品大王殷有金和中年艳妇热恋，由999攻略转为550核战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999代表999支玫瑰。哼，这999在香港还是报警电话呢。那550呢？550是殷有金从10万元珠宝开始送起，连送10个小时，每个小时加送10万，至100万，总价值550万元珠宝，但都被那个中年艳妇给拒绝。看来还真得替老鹰打999报警了啊！老鹰的脑子进水了吗？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让他这么疯狂啊？说是美国投资海外贸易的亚太区董事。这拍了她的背面照片。这个女人虽然看不清相貌，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个很有本事的女人，可以直接打开老鹰的国库，1天550万的珠宝。这看来老鹰是玩真的了。我说吴总、叶总，马上就要看到网上传的那个神秘贵妇了。这个人啊，就是老鹰1天花了550万都拿不下的女人呐。是吗？那个真的要看看。哎呦，3位贵客怎么才来啊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刚才有点事儿耽搁了。这可是在你这盘啊，不大哥啊！哎，我叫上个新朋友给你们看看啊。高奇，